毛还未掌权呢，敢跟本尊抢女人，还是再回去修炼个几万年吧。紫月妖君，你少说两句。紫月妖君，你的意思是，我是？不错，你正是当年的神界主神，上古神尊的座下侍女。我知道，这话听起来你觉得有些荒谬，可是句句属实啊。后世，你就是我寻了万年的前世冤盟，而那杀千刀的青木，他在上一世恰恰是拆散我们的元凶啊！怪不得呢，我还想说，怎么青木与我几番纠缠，原来竟有这样的缘由。所以啊，你是断断不能与他在一起的。你是不记得了，他前世的性子比如今讨厌千倍万倍，他因爱慕你而不得，恶从心起，残害于我。而你呢，因对我用情太深，也自嗟而去。只要你亲一下，定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前世的悸动，说不定还能想起些什么。紫月妖君，何必叫得这么生分？叫我静渊。这里可是青池宫，请你放尊重些。你害羞了？罢了，那便抱一抱吧。本君长得如此好看，吃点亏就吃点亏。你，青木，你醒了。夜里寒冷，小心着凉。阁下深夜不告而来，着实不妥，还请离开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白日里被人打伤的青木上君。若我没记错的话，青池宫与你没半点关系。本君要来便来，要走便走，几时轮得到你管？妖族之人擅闯仙族之地，本君如何管不了？既然你已知道我的身份，就赶紧离开。若再敢打扰后池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哦，我倒要看看，你准备如何不客气。看来阁下是要与我动手了。正好，今日我得了太仓神枪，试试。区区一把破枪，本君又不是没有，要打便打，哪那么些废话？你们两个闹够了没有？一个不请自来，一个来此养伤。这里是青池宫，怎能轮得着你们在这撒野？还有你，好不容易捡回条命，还在这胡闹吗？听见没有？今日瞭望山要不是后池护下你，你这条小命早就交代了。毛还未掌权呢，敢跟本尊抢女人，还是再回去修炼个几万年吧。紫月妖君，你少说两句。看，我家神君多厉害啊，把青木上君气得够呛。厉害什么呀？还不是被我们家后池吃得死死的呀！我瞧你家神君要想赢过青木啊，还早着呢。紫月妖君，还是请你离开吧。今日青池宫事多，我就不送了。好，过2天我还来找你，我们一起踏春品酒啊！自打乾坤台降世，本尊还从未赢过那冰块半分。瞧他刚才那脸色，舒服，太舒服了。